歡迎大家，今日我哋嚟睇下小熊同一個神奇糖果罐嘅故事啦。小熊收到一個董利糖果罐，佢試咗一粒士多啤梨糖，覺得好好味。點知糖果罐不斷湧出各種士多啤梨糖，呢個就係演算法，會一直俾你中意嘅嘢。小熊開心到停唔到口，眼定定望住個樽。一粒接一粒咁食，好朋友小兔喺窗外叫佢去野餐，但小熊掛住食糖，完全聽唔到。結果小熊食得太多，肚痛到喺地下度打滾啊！貓頭鷹醫生嚟幫小熊檢查，發現原來係糖果罐惹嘅禍。醫生教小熊設定糖果鬧鐘，機器雖然識投其所好，但我哋要學識自己叫停。小熊學識咗，時間一到就閂埋糖果罐，開開心心出去同小兔野餐。只要識得控制時間，我哋就可以享受甜美，又唔會錯過身邊嘅美好事物啦。